王后大約也有她的難處。你畢竟是她的陪嫁姻妾，若出差池，王後是要擔干係的呀。明明仇人就在你眼前，你卻拿他無可奈何。夫人，他們是不是察覺到什麼了？那個瘦女人好像要出宮。什麼？慧兒呢？在那盯着呢。我就不信邪，一人做事一人擔，偏不讓他在我眼皮底下跑了。月啊，走，真的不是往那评理，你抓錯人。外面在鬧什麼？明明就是他。是羋月逮住了魏王給魏夫人送禮的人，說此人曾在去年在武關給王后下毒，被發覺後潛逃。魏夫人得知來搶人，兩邊鬧了起來。這到底怎麼回事？大王，這女子是魏王派來給臣妾送東西的奴婢，羋月無理取鬧，竟將我母國來人隨意攔截侮辱。羋月與他無冤無仇，何苦要與他過不去？這女子明明就是去年在武關毒害王後的兇手。羋月血口噴人，這女子與王後從無交集，應將她指認為下毒之人，欺人太甚。羋月絕不會誣陷一個清白好人。去年我親眼見到這女子扮成廚娘，在武關驛館下毒，若不是女醫治醫術高明，王後就差點丟了性命。她只是魏國宮裡一普通女婢，為何要千里迢迢去武關毒害王後啊？那就要問魏夫人了。你竟然將這髒水潑到了我身上，大王，臣妾實在冤枉，你可要為臣妾做主啊！就算這個女子真的謀害過王後，你硬說魏夫人是其主謀，到底有些牽強。羋月打探過了，這女子叫桑兒，宮中人人皆知，她曾是魏夫人的貼身陪嫁侍女，在秦宮侍奉魏夫人多年，與魏夫人十分親近。可就在去年年初，王后臨嫁入秦宮之前，她突然離開了秦宮，蹤影全無。若不是事出有因，這突然失蹤也太蹊蹺了吧？你抬起頭來，寡人記起你了。羋月說的沒有錯。大王，奴婢不是桑兒，奴婢是……大王，這桑兒絕非是羋月所說的下毒之人。魏夫人說的是，武關下毒之人絕非桑兒。羋月不會看錯，當日謀害王後性命的人就是他。大王，羋月捕風捉影。去年年初，桑兒的母親過世，父親病重，桑兒是家中獨女，我給了她些盤纏，便讓她回魏國盡孝了。從此她留在魏國，再也沒有回來。此事在我皮香殿人人皆知。大王盡可派人去查問。大王，魏夫人打算害人，當然要將進退早早盤算好，找個口實還不容易。羋月這是處心積慮的，要陷害臣妾呀！你到底是人是鬼，心裡應當明白。大王，臣妾實在是冤枉啊！自打王後入宮，便一心想在宮中立威。臣妾幫着先王後打理後宮事務多年，被王後視為眼中釘，欲除之而後快。眼下，他又指使自己的應妾來陷害臣妾。大王，王后來了。臣妾參見大王。王后來得正好，你看看，一邊是你的陪嫁，說抓到害你的兇手；一邊是魏夫人，說是被人誣陷的。既然此事是因王後而起，寡人想聽聽王後的說法。臣妾在武關確實被人下毒，事發後也向蒙敖將軍通報，但因兇犯逃走，此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害你之人是這個女子嗎？當日，臣妾身在明處，害我之人躲在暗處，害人之人識得臣妾，臣妾卻不知被誰人所害。那你以為下毒之事跟魏夫人有關嗎？
是，或是不是？臣妾不知。不知？这么说，你也是早有几分疑心了吧？入宫前，臣妾与魏夫人素未谋面。入宫后，我们是宫中姐妹。魏夫人该不至于对臣妾下此毒手吧？王后不可姑息养奸。若不是魏夫人，那勾结一群人拦截王后迎亲车队的是何人？那一心想要王后性命的又是何人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拿出证据来！芈月，既然你指认这个女子下毒，你可有凭证？当日这女子从我们手中挣脱逃跑，被魁姑追上咬了一口，一定会留下印记。大王，可让人查看她的手背。哪只手？回大王，该是左手。母亲。是。怎么？回大王，没有伤疤。哎，不可能！大王明鉴，臣妾一生清白，却被人诬梁为盗，此刻水落石出。大王，你可要为臣妾主持公道啊！芈月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下毒的人明明是他，手背上怎么一点印记都没有？你说呢？那下毒的人是他，又不是他？芈月，你胡闹夠了沒有？依寡人看，此事自始至終都是空穴來風，只是你芈月無事生非，無中生有。你把寡人的後宮攪得雞犬不寧，如不重責，難以服眾。大王，芈月犯錯都是臣妾管教不嚴，求大王開恩，讓我把她帶回去，好好教訓。王后向來仁厚，小責小罰，卻不能讓芈月長記性。寡人罰她從明日起接連10日申時和酉時，給後宮花園打掃路徑。